เมื่อวันพฤหัสที่ผ่านมาที่วัดมีงาน上個星期四寺院有活動ปักอะไรนะ係ปักหมุด係乜嘢啊？เขตวิสุงคาม係戒堂嘅ชื่อเรียกยาก立戒儀式，เป็นขั้นตอนก่อนจะไป係一個階段，มีขั้นตอนเยอะ即係喺放嗰個圓形嘅界石之前嘅一個儀式。因為呢，建一個寺院一開始要去請求話，我哋要建一個寺院啦，然之後呢，要立戒，將呢個即係，然後佢就要建一個戒堂，以成為一個正式嘅寺院。然後喺未正式喺呢個立戒儀式之前呢，佢就係只係稱為一個僧團，然後有兩種，嗰啲未接受立戒儀式嘅係一種，所以佢就話寺院係有兩種，一種呢就係接受咗呢個立戒儀式，另外一種係仲未接受立戒儀式。咁我哋建完戒堂之後就會有立戒儀式喺官方，比如話喺我哋嘅呢個地區，然後去邀請呢個僧團過嚟，比如話我哋要將呢個範圍定話有幾長有幾闊等等。我哋嘅戒堂係之前就已經建好啦，然後之後再嚟請求呢個儀式，因為必須呢係要聚合4個呢個地方嘅呢個禪堂，然後比如話長呢個戒堂係比如話41米乘45米，但係幾多唔記得啦。咁然之後，如果接受咗呢個儀式之後呢，佢就呢個寺院就稱之為係一個完整嘅寺院啦。咁我哋嘅戒堂已經建咗好幾年啦，建成好幾年啦。然之後呢，之後就會嚟放圓形嗰個戒石。喺放戒石之前，咁又會有一個儀式，叫做嗰個名係好長嘅，喺泰文入邊。呢個就係呢個名好長，頭先嗰個就係呢個名，一定要去讀過幾次先至記得啦。嗰個時候都會邀請幾百位僧人過嚟，類似係誦經咁樣嘅一個儀式。咁上個禮拜四係立戒儀式，係呢個戒堂嘅，將佢嗰個邊界做一個標示，然後再之後就係放戒石啦。放戒石，咁呢有出家人就話：咁活動係辦幾多日啊？其實星期四佢只係1個鐘啫，咁咧唔會辦好幾日㗎，太攰啦。比如我哋呢個立戒都係一下就做晒啦，但係有啲寺院啊，可能放戒石儀式可能要做1個月啊，但係大部分呢就7日，然後比如話喺呢個新年嘅時候，中國新年嘅時候就方便呢個佛教徒。咁但係其他寺院就話1日啊，然之後冇其他嗰啲乜嘢活動喎，咁睇起身好奇怪，唔緊要啦，就放咗戒石之後就可以嚟呢個寺院出家啦。但係唔建議大家去其他地方出家，然後再過嚟，因為呢邊冇戒師。如果喺呢度出家嘅話，就一定要去邀請戒師，所以大家就去其他有戒師嘅寺院去出家，然後再過嚟。又有人繼續問啦，就話放戒石之後，譬如話要俾幾多錢，但係龍波就話唔要，唔想要。
ตัดไหวลูกนิมิตนะเป็นคนที่ช่วยงาน嗰啲人嚟即係佢哋嚟放界石或者係製造界石嘅咧，佢哋係一直喺度幫工作嘅人㗎啦，係我哋比較熟悉嘅人，佢哋做呢啲界石唔係為咗嚟揾錢。我哋嘅寺院，事實龍坡其實係好孤寒㗎，邊度都唔係好願意俾錢嘅，所以有啲咩錢就大家可以即係比較慳，要唔會見啲乜嘢太多嘅嘢，亦都冇去同大家話攞錢要錢，咁就慢慢去做啦。有時候啲村民佢就話想要揾藉口話想要得到呢個功德嗰個功德，然後想去宣傳嗰啲人嚟做功德嘅人。但係我哋寺院係唔會做㗎，因為浪費時間。唔係話都唔係每個人都話要求嚟呢度做功德嘅，有啲人就話唔係必要㗎咯。有啲人就一直就話要見呢樣啊，要攞呢樣過嚟啊，呢啲其實唔需要啊。有啲人話想要去建新嘅寮房，唔要。如果出家人唔需要從居士去要錢嘅話，咁就唔需要對佢客氣。如果係比如話需要依賴自己嘅衣食父母，咁就有咁樣嘅需求。咁喺我哋辦活動嘅時候，其他嘅人睇到，佢哋就會讚賞表揚我哋，話我哋嘅工作團隊非常之強大。佢哋話：點解今日有咁多嘅工作人員，咁多工作團隊，唔想話俾佢知話，其實都仲唔係全部啊，仲有好幾倍啊。但係只不過咁多人就夠啦。點解工作團隊咁規規矩矩？呢度嘅工作團隊因為係受過訓練，係要有覺性、覺知。佢哋有覺性、覺知，咁樣睇上去就好規矩啦。如果冇覺性，咁就唔會規矩，就好似馬騮咁樣。所以其他地方嘅出家人就話：如果有咁樣嘅活動嘅話，但係呢個嚟呢度解脫原子，呢度就會非常之呢個規矩。然後呢，去通過一啲有啲比如話檢查，但係都冇咩問題，全部都可以通過呢啲檢查。比如話聽咗之後就話，因為係唔準去人。但係事實上喺做檢查嘅時候都有俾話落。大部分嗰啲去檢查呢，佢唔係背書嘅。咩阿贊宋蔡尊者，佢係第一代去通過做呢啲檢查嘅人，第一代。嗰個時候仲唔係呢度，仲唔係寺院。咁呢，就有人過嚟問答，有人嚟問問題，然後嗰個時候就有4位，然後我哋嘅寺院就送咗去4位，但係所有嘅成個呢個地區就係4位。但係都非常之規矩，咁然後喺度，比如話佢係問答嘅時候，都冇好急住去廁所，因為廁所佢係冇紙巾嘅，就係咁樣。我哋唔俾佢哋咁樣去做，只係咁樣咯。係。嗰啲性格好嘅出家人，其實可以令到我哋比較勇敢，唔需要怕邊個。朝早都有嗰啲曾經喺呢度出家過、短期出家過嘅人嚟交作業，每一個人睇上去都非常之好。
然後喺生日嘅時候，佢哋都會有一啲喺呢度曾經短期出家過嘅人嚟做功德。然後呢，佢哋係俾心機喺度修行，同其他地方嘅人唔同嘅。佢哋嘅感覺其實係一直都有呢個覺性一直伴隨住。有好多人修行非常非常之好。之前龍婆就話心一定要醒啊，先至可以。而家心醒過嚟已經係基礎啦，心要醒過嚟先至可以開發智慧。然後開發智慧會成個人係好有活力，先至可以有活力睇到五蘊，睇到六界喺度工作，睇到各種各樣嘅現象同埋狀態。然後呢，呢個修行入邊可以睇到好多嘅，但係原則其實係唔多㗎，就係以安住赤同埋中立嘅心咧去睇到身心嘅真相。原則只有呢一點啫，但係真係落手去做嘅時候，每個人都係唔同㗎，有屬於自己嘅特別嘅路。喺我哋聽到話有修行人嚟交作業啦，我哋有時會聽到啲好奇怪嘅表達或者係事物，佢唔係攞嗰啲經典嚟講㗎。如果係攞經典嗰啲嘢嚟講係唔得㗎，因為經典係鬥唔過煩惱㗎。呢度係真係好認真咁樣嚟學習。我哋真正嘅學科其實就係三學。第一，戒一定要好。如果戒唔好，根本就唔得啦。修禪定如果好犀利，但係冇戒，其實好似天神咁樣，佢哋禪定好犀利，但係冇戒，咁就會退失。比如話有人佢係慫恿自己去殺自己嘅爸爸，呢啲唔得㗎。喺呢度出家，第一件要學嘅事就係戒律。學戒律大概3日，一定要知道，咁樣先至唔會犯錯。但係如果曾經出家過犯過錯啦，而且係好嚴重嘅嗰種錯呢，就唔會俾佢嚟出家。比如話斷頭罪嗰種，破咗咁樣嘅戒律。至於第二種呢，係嗰種需要好幾十個人僧人嚟幫手清洗嘅嗰種戒，都仲有呢一種。咁呢，因為戒律係首要嘅基礎，係修行首要嘅基礎。一般嘅佛像係有3層嘅，佢嘅象徵就係對應嘅係戒定慧。學咗戒律之後，就嚟學禪定方面嘅內容。學禪定唔係從打坐開始嘅，而係先教打坐或者修禪定嘅原則。禪定有2類，有正定同埋叫做邪定。邪定係冇覺性嘅呢種禪定，覺性同埋智慧，佢係只係同善心一齊生起。但係禪定佢可能會同每一種心，佢係同每一種心一齊生起嘅。嗰啲大惡人，嗰啲好壞嘅人，佢都有禪定。其實定佢嘅心所就係一境性，一境性呢個心所係同每一個心係同步生起嘅。所以不善心佢無論如何佢都係有邪定㗎，亦即係冇帶住覺性嘅，冇帶住覺知嘅呢種禪定。如果我哋修咗禪定之後冇覺性，咁我哋就喺度修緊邪定啦。所以喺我哋學禪定嘅時候，比如話高僧大德叫我哋
去念佛陀啦，去吸佛念佛呼氣念陀啦。之前嘅高僧大德佢真係咁樣教㗎。點解龍波去同高僧大德學咗之後，佢都係只係教呢啲？訓練吸氣念佛呼氣念陀就咁樣訓練咗好多年。有一部分可以捉住原則，但係有一部分就捉唔到原則，把握唔到原則，咁就會變成邪定。龍波曾經修行咗之後呢，犯錯，走錯咗，嗰個時候7歲，同龍波里去學禪定，佢教嘅呢就係吸氣念佛呼氣念陀數1。然後呢，數2不停咁樣數落去，然後叫自己數到10之後再倒翻轉過嚟9、8、7、6、5。咁但係呢，嗰個時候龍波係細路仔，咁呢數到10再倒轉過嚟數就好難，心佢就要諗，佢就唔寧靜，所以自己就數到從1數到100，然後就咁樣訓練呼吸冇幾多日，心就開始寧靜啦。數數就開始消失啦，然後只係剩低吸氣念佛呼氣念陀，呼吸冇幾多日，心寧靜啦，更加寧靜啦。佛陀消失，然後即係嗰個念誦消失，只係剩低呼吸，不停咁樣修行。因為仲係細路仔，冇咩期望，話修咗之後會得到啲乜嘢，會點樣好，根本都唔識嘅。高僧大德叫自己做就去做啦，冇諗咁多。然後收咗冇幾多日，呼吸就開始慢慢變得更加細緻。一開始咧，呼吸係好長嘅，呼吸就係好似大家平時好自然咁樣呼吸咁樣呼吸，然後呢，呼吸就會落到腹部。其實事實上，呼吸之後到肺部，肺部呼吸，但係呢就會覺得佢呼吸會落到去腹部。心開始寧靜咗之後呢，佢就變得越嚟越淺，越嚟越淺。最後就淺到就好似就喺鼻尖一啲啲，喺呢個鼻尖嗰度只有一啲啲嘅感覺。然後繼續寧靜落去，就會有光明生起。有呼吸嘅時候，呢個稱之為變作上，但係有光生起心，佢就唔會關注呢個呼吸啦，就去睇呢個光明。然後呢，望住呢個光明嘅時候，稱之為取相。咁繼續落去訓練呢種光明，我就變成可以控制佢啦，可以將佢擴大到成個宇宙，就好似太陽、月亮一樣，好似成個太陽照住成個世界、成個宇宙一樣。又或者將佢縮細，將佢濃縮到好似一個針尖咁細嘅一個點，然後好似針尖一樣。然後呢，就可以將個心放入去將佢濃縮到咁細，就咁樣去玩呢個禪定。一出現咗光之後，龍坡冇正確咁樣修行，反而係修錯咗。然後龍坡嘅心就移動到呢個光入邊，然之後就想睇乜嘢，想見到啲乜嘢，想睇到天神或者天界就去睇，心就出咗去外邊。心出咗去，走咗出去外邊之後，就冇辦法繼續向前行啦。咁啊出去睇玩，睇到呢樣嗰樣散亂，自己睇到即係睇到係真嘅，但係睇到嘅事物有可能唔係真嘅，大部分都係唔真嘅，都唔係真實，係心幻化出嚟。所以龍波呢一點修錯咗啦，心外送，唔係話一勁到話一修就啱啦。其實一開始心都係跟住呢個光走咗出去。有一日就諗到話，如果自己嘅心走咗出去，可以睇到天界，可以睇到天神。咁心都可以去到地獄喎，咁都可以睇到鬼喎。因為龍坡係好驚鬼嘅細路仔，係好驚鬼嘅個細路仔。然後
龍波係大人嘅時候就可以睇到鬼，但係細嗰陣呢就好驚鬼。แล้วเขาก็ไปงานศพกันหมดเลยเรายังเด็กเล็กอยู่กับแม่แก่ที่เป็นคน然後呢，因為嗰個時候自己爺爺過身，然後去咗葬禮去寺院，คนอื่นไปอยู่ที่วัดหมดเลย然後同養自己嘅嗰個養母一齊，兩個人喺屋企。其他人全部都去晒寺院啦，參加呢個葬禮。咁龍波呢，就同自己嘅養母就話：有另外一個人喺樓上行喎，佢冇去寺院啊。然後呢，就企起身去睇，但係冇人。然後睇到有個人呢係，佢係有嗰個衫，佢仲未脱落嚟，嗰個着住，然後將佢嘅衫脱咗落嚟之後落樓梯，然後龍波就話：哎呀，阿公仲喺跟住落嚟啊！然後佢就一下就從2樓唰一聲咁就落咗嚟1樓啦。然後龍波就非常之驚，然後衝出咗屋企，然後鎖住呢個門，然後去。所以啲人呢就話龍波細個嗰陣就可以見到鬼，但係龍波唔知㗎。所以自己嚟修行之後就諗話：自己可以睇到天界，天堂就會睇到地獄同埋鬼啊，但係驚鬼。所以接落嚟就唔會跟住一個光出去啦，唔跟住呢個光出去。佢光起身之後，有光明出現，心移動出去光明，唔要，然後有覺性去知道心，唔令佢走出去。嗰個時候心就開始呢個光可以控制光啦。但係如果心移動去光入邊，然後我哋就俾光控制咗，就帶我哋去邊度都有可能，都可以。一旦冇跟住個光行，然後有光就作為自己嘅業處，心同光喺埋一齊，但係唔控制。呢個心係不停咁樣修行，知道話心送咗出去睇光係一種負擔，咁就會放低呢個光，咁然之後就翻轉過嚟揾心，心就成為知者，訓練就得到禪定。大家咁樣訓練好難，叫大家去睇光啊，應該睇唔到。所以我哋要訓練另外一種。喺大概40幾年前，龍坡同龍布敦長老學習，嗰時候去頂禮龍波缽，佢就教自己。話你要去教人啊，你要去弘法啊，因為龍布敦教龍波嘅方法係觀心，然後你去觀心，你可以進步。佢適合於新時代嘅人，舊時代嘅人打咗好多年，大部分都係因為係村民嗰啲種田嘅人，因為佢哋冇嘢做就去經行打坐，咁所以佢哋可以做到。但係我哋呢個時代係禪定短嘅呢個時代，要打坐好多年，應該唔會咁樣做㗎啦。然後佢知道話龍波用觀心嘅方法，觀心係適合於城市入邊嘅人。城市人心好散亂，可以變得好快。如果我哋有覺性，及時咁樣去知道心散亂、心變化，咁就會生起，可以生起禪定同埋智慧。龍坡缽佢就叫龍坡話你要去弘法啊，去教人啊。如果你唔去嘅話，接落嚟同你一樣咁樣嘅呢個根器嘅人，即係城市入邊嘅人，工作用到思維嘅人，非常之多嘅人就會損失佢哋嘅利益，所以就叫龍坡去教人。但係其實龍坡完全唔中意去同其他人接觸嘅，龍坡中意獨處自己一個人修行，然後呢同呼吸合埋一齊，唔需要同邊個人去嗌交。高僧大德但係叫自己去做，自己又要去做，所以修行人如果高僧大德嘅命令
係冇任何嘅藉口嘅，就點樣教就點樣做。比如阿贊崇泰尊者就係講咗一個詞，佢話你就去觀身體動停，喐咗之後喐咗之後覺知，喐咗之後覺知，只係教呢一點，就好似龍寶敦教龍波一樣，話讀咗好多書啦，接落嚟讀自己嘅心啦。高僧大德只係教一啲啲嘅，就教你咁多咋，剩低嗰啲咧就自己去揾路去行。呢個年代係屬於嗰種好多見解、好多人好多諗法嘅人，心一直係喺冇辦法寧靜嘅，一直都喺動盪同埋混亂之中，而且有信息爆炸，令到我哋如果要我哋坐住要去入定，打坐入定，非常之少嘅人可以做到。我哋就一定要用新嘅方法，依賴於覺性嚟帶領。我哋多多咁樣去訓練覺性覺知，而為咗生起智慧。然後呢，安止定之後就會緊隨住生起。呢個方法就稱之為用智慧帶領禪定。同埋龍波訓練嘅方法係唔同嘅。龍波呢係用禪定帶領智慧。因為嗰個時候龍波禪場，即係或者有時候呢就係禪定同智慧同步。咁呢個時代嘅人呢，就用智慧帶領禪定。智慧帶領禪定唔係去諗，唔係去思維。諗呢個唔係叫做智慧，呢個叫做散亂。散亂係唔得㗎，係鬥唔過煩惱㗎。智慧同我哋聽同埋去讀嘅呢種智慧，稱之為聽慧、聞慧同埋思維。但係我哋真正第一種呢係聽，第二種呢係思維，即係源自於我哋去思維或者係諗嘅呢種智慧。如果佢符合原則，咁呢都仲可以。要稱之為有如理嘅正思維，但係喺我哋思維嘅時候，嗰個時候聖果聖道仲唔會生起。聖果聖道係喺我哋冇諗冇想嘅時候生起嘅，冇刻意，而且冇刻意。如果仲有刻意，咁就帶住貪，有貪嘅呢種動機或者係意圖，咁呢個時候呢，覺性係唔會生起嘅，反而係煩惱生起嘅。所以訓練嘅方法令到我哋有覺性，就係修一個業處。如果可以觀心就觀心，如果觀心觀唔到，咁就先去觀身體。觀心，比如話我哋呼氣、吸氣，不停咁樣去感覺。我哋嘅心從呼吸走開咗啦，及時咁樣知道。我哋個心走咗去黐住個呼吸，我哋又及時咁樣知道。去睇腹部起伏都係咁樣，心走咗去其他地方，及時咁樣知道。心落咗去黐住個腹部，都及時咁樣知道。或者經行，心走咗去其他地方，我哋知道。心落去黐住我哋嘅腳，或者係緊盯呢個身體，我哋又知道。喺我哋及時咁樣知道。心走咗嘅呢個狀態，走嘅心就會滅去，佢會自己滅去，唔需要努力咁樣滅佢。走嘅心係不善心，係散亂嘅心。有呢個疑嘅心，即係有懷疑嘅心，係屬於黐嗰個家族嘅。所以我哋修個業處，心走咗之後知道，心走咗之後知道。龍波訓練嘅時候，龍波係用心作為臨時嘅家㗎。作為業處嘅，所以龍波係用心作為臨時嘅家。因為細個嗰陣就自細就開始訓練禪定，心係好有力量，可以用心作為呢個臨時嘅家。心生嘅係好快嘅，去觀心，心走咗去知道，迷失咗去知道，去落去緊盯，去釘實住呢個所緣，我哋又自己又知道。心走咗知道，心走咗知道咧，呢個如果及時咁樣知道，心就會安住。一開始龍波係刻意去諗，比如話諗พุทโธสุสุโธ呢個念誦嘅內容，刻意去諗。覺性佢捕捉到話心去諗啦，諗嘅心就會滅去，然後咧知者即係覺醒者、喜悅者嘅心就會生起，然後有正定嘅心，有正確禪定嘅心就會生起。呢個就係同自己從細個嗰陣訓練嗰個禪定其實係一樣嘅。
但係嚟到呢一點，佢係用唔同嘅方法抵達呢一點，用唔同嘅方法。龍坡用嘅方法係從行禪定過嚟嘅，而教大家嘅方法呢係從修覺性行過嚟嘅。所以修業處有覺性，及時咁樣去知道自己嘅心，心走咗又知道，心跌咗落去緊盯呢個所緣又知道。唔係每一個人都要用心作為臨時嘅家或者業處嘅，每個人都唔同嘅。比如話阿贊崇泰尊者，咁呢，佢就係用呢個身體作為臨時嘅家，但係麥琪媽媽呢，佢就係用心作為臨時嘅家。阿贊崇泰尊者佢係用身體作為臨時嘅家。然後身體喐咗之後感覺，身體喐咗之後感覺，一旦缺失咗覺性啦，心就會從身體走開，心走咗去諗。阿贊崇泰尊者就會話：心走咗去諗啦。咁呢，其實呢，本嚟心迷失去諗，但係嗰個時候知道嘅嗰刻，迷失嘅心就會滅去，知者嘅心就會生起。之後呢，心如比如話走咗落去隻腳，佢痕啦，然後就走咗去痕嘅腳，覺性可以捕捉到心喺度走開，滑出去去揾呢個腳啦。然後呢，心仲未到呢個腳，佢一移動，咁呢一知道，然後知者就生起啦。然後生起咗2、3次，然後阿贊崇泰尊者就話：呢個係知者嘅心，佢識啦，佢識修行啦。所以我哋訓練禪定係為咗令我哋有知者覺醒者喜悅者嘅心，呢個係佢嘅目的，係訓練禪定嘅目的，所以先至稱之為心學。睇到嘛？唔係話寧靜學，唔係靜學，又唔係定學，而係學嘅係心學。所以如果我哋有覺性、有覺知，及時咁樣知道自己嘅心，然後呢，自動嘅覺性、自動嘅禪定就會生起。幾時有自動嘅呢個覺知，幾時就會有自動嘅呢個禪定啦。如果我哋有禪定，成咗為覺醒者、喜悅者，或者係覺知者、覺醒者，然後其實就係修業處，迷失咗知道，迷失咗知道，迷失有2樣，一個係從業處上面迷失開去，一個呢係迷失去黐住呢個業處，迷失去緊盯呢個業處，及時咁樣知道，心就會醒過嚟。如果經常知道，醒嘅心就開始越嚟越有力量。比如話龍坡，佢叫大家去經行禪3個鐘，有好多人可以做到啦。而家好多人可以做到啦。一開始做唔到，咁就不停咁樣做落去就可以做到。有啲人年紀比較大啦，有啲人可能係殘疾人，佢係做唔到，唔緊要，就做自己可以做嘅嘢。行唔到，但係坐住要有覺性，重點就係有覺性覺知。叫大家去行禪3個鐘。咁呢，大家去行禪，心沉重去知，比如話心想去睇手機，但係就話而家仲未係時間，咁就控制自己繼續行落去。呢一種都係一種品質嚟嘅，我哋克制心唔去隨順自己煩惱，都係一種品質，都係一種法。我哋去戰鬥，去加油，然後呢繼續行。比如話一開始好散亂，但係行得耐啦，心就開始寧靜啦。行住行住，接落嚟就可以睇到狀態現象。比如話心走咗其他地方知道，心走咗入去身體入邊又知道。而家開始得到好嘅嘢啦，係及時咁樣知道心走嚟走去。呢個時候知者佢就會生起。然後我哋心越迷失咗知道，迷失咗知道越嚟越頻繁，知者佢就會生起得更加頻繁。一迷就知道，一迷就知道，咁知者就開始慢慢強大，就好似芒果嘅種子，我哋佢得到咗光，得到咗水，然後喺適合嘅環境入邊可以生長，佢就會慢慢生芽，開發芽，然後呢個生出葉。安住嘅心都係咁樣嘅，都係慢慢一啲一啲一啲咁樣發芽，開始慢慢強大。所以不停訓練我哋安住嘅心，就開始慢慢強大，就好似大樹一樣。我哋嘅心非常之強大，但係喺強大之前，其實都係嗰啲好柔弱嘅樹，而唔係話一下就係強大起身，就變得好強壯。
我哋就忍耐住去修業處，唔係為咗得到好快樂寧靜，係為咗不停咁樣去及時知道自己嘅心。有兩個特點，第一，兩個狀況，一個咧就係心迷失咗，從所緣迷失咗開去；第二個就係心黐住呢個所緣業處。訓練去覺知呢兩樣，然後知者覺醒者喜悅者嘅心，佢就會生起。喺我哋迷失咗知道，經常知道咗之後，呢個知者嘅心佢就會變得強壯、強大，慢慢開始更加發展起身。然後接落嚟呢，就係第三個學科，係叫做慧學。慧學係我哋修毗婆舍那嘅業處。我哋唔係坐住去諗、去想、去思維，唔係去背經典。有啲人睇到佢可以背嗰啲經典，非常之好犀利。譬如話，但係每一位，如果冇去，我哋要去真係落手去修行，先至可以鬥得過煩惱。就好似話，我哋知道呢種病用咩藥，但係真係病人出現嘅時候，就唔識得去用藥啦，冇辦法可以救自己啦。所以大家要去訓練，第一先去持五戒。對於居士嚟講，要持五戒；對於出家人呢，就係227條戒。咁呢，仲有喺戒律入邊係有一啲關於禮貌嗰部分嘅，佢唔係227條戒入邊之外，有好幾樣。有，比如話有一部分呢係佢自願去做嘅，佢係唔屬於破戒嘅部分，有13條。係嗰個叫做頭陀行，但係其他呢唔做嘅話就會係破戒啦。所以呢一啲呢戒律一定要去持好。所以出家人佢話唔係只係227條啊，有啲地方佢可能仲有更加多啊。但係有啲人呢，有啲地方佢就去改變呢啲戒律，呢啲都唔得。所以我哋大家訓練要有次第咁樣去做。對於居士嚟講，就去持五戒，每一日去做固定形式，係為咗訓練個心安住。做固定形式係為咗訓練個心安住。喺我哋喺固定形式入邊訓練嘅時候，就係修某一個業處，然後及時咁樣知道心，知道唔安住嘅心。唔安住嘅心就係心迷失，或者係滑咗開去，走咗去其他地方，忘記咗我哋嘅業處，或者迷失去黐住呢個業處。要可以知道呢一點，慢慢去觀察、去體會。接落嚟呢，心佢就會可以安住起身，然之後就可以切入到開發智慧嘅階段。如果我哋嘅心真正安住，然後開發智慧就唔係難嘅事啦。只係話一定要，我哋嘅心一定要啱，一定要正確。呢個係保證，係心開發智慧。如果有種安住嘅心，心開發智慧係自己可以行嘅。如果心安住，喺心正確咁樣安住嘅時候，蘊就會即刻分開。我哋唔需要坐住嚟分離蘊，事實上佢本身就已經分離嘅、分開㗎啦。只不過我哋去錯誤咁樣去界定，錯誤咁樣去相信，話呢一堆五蘊佢係我。事實上佢係五樣，我哋將佢合埋起身，將佢以為係一嚿嘢係我。但係如果我哋心真正安住，佢就會散開嚟，就會變成五樣。心一安住，覺知到身體，就會睇到身體唔係心。心安住，有覺性捕捉到感受，就會睇到感受唔係心，佢係苦樂，不苦不樂嘅感覺，佢唔係心。如果心安住，就會睇到記憶，仲有界定。呢個係想運，呢個有啲難理解啦。先講界定啦，界定有正確同埋錯誤嘅界定，呢個仲有太多啦，只係話記憶啦，記憶。我哋記得或者呢個有記憶，同埋心係唔同嘅部分，有時候有記得，有時候唔記得。心安住，然後覺性捕捉到行運嘅，即係好壞嘅造作，或者係不好不壞嘅造作，就會睇到各種各樣嘅造作，唔係心。所以慢慢訓練，我哋就會睇到色
亦即係身體唔係我，然後唔係心，然後感受苦樂不苦不樂嘅感覺唔係心，然後記憶，譬如話上位入邊嘅記憶，呢個唔係我，行運造作佢又唔係心，只係剩低最後一個。呢個心依然係心。我哋就會睇到，如果心安住，個性捕捉到身體，就會睇到身唔係心，身係俾心覺知到嘅對象。乜嘢佢係覺知嘅對象，佢就唔係我，唔係我嘅。就好似我哋睇電視，冇邊個覺得呢個電視係我，唔係就發癲啦。呢個電視係我哋嘅，但係唔係我。我哋睇到樹，冇邊個覺得話樹係我。我哋睇到呢個身體，唔會睇到話呢個身體係我。身體只不過係一種現象，佢有因緣令到佢出現變化，接落嚟佢又會消失，佢係無常苦無我嘅，冇我。其實就係隨順因緣嘅，唔係隨順我哋自己去命令指揮。呢個就係毗婆舍那嘅智慧，蘊可以分離，先至可以修毗婆舍那。比如話，我哋嘅身體分開，然後心作為觀者，個性捕捉到身體，然後心如果係安住嘅話，智慧就會生起，就會睇到呢個身體係覺知嘅對象，唔係心，唔係我，唔係我嘅。身體只係物質，只係元素，佢係無常嘅。咁不停有元素喺度流入流出，咁必然會老，必然會病，必然會死，然後一直被逼住喺度消散。我哋坐住又會酸，瞓住又會酸痛，然後行又酸痛。肚餓又覺得好受苦，然後太飽又唔舒服。身體有嘅只係苦。如果有安住嘅心，先至可以睇到呢個身體係無常嘅，呢個身體有嘅只係苦，呢個身體唔係我，只係物質。感受都係一樣㗎。佢係苦，佢係無常，佢唔係我。呢個想蘊同埋行蘊都一樣，去睇，不停咁樣睇。前四個蘊好容易睇到佢唔係我，但係最後一個同其他分開嘅呢一點，呢個手指去睇到話呢個唔係我嘅呢方法就係去睇佢一對又得，比如話佢同快樂嘅感覺，快樂嘅心生咗就滅，苦嘅心生咗就滅。然後同行蘊，比如話好嘅心生咗就滅，壞嘅心生咗就滅，呢個基本可以，但係仲唔係徹底嘅。如果徹底，就係睇到呢個心本身，直接睇到呢個心本身，唔需要依賴其他四樣。去睇心嘅方法，話睇到佢生滅，就係我哋一定要去認識走開嘅心，話出去嘅心，比如話走咗知道，走咗知道，一定可以訓練呢一點。我哋就會發現呢個知者嘅心臨時存在，佢就會滅去，然後就會生起嗰啲扎入一頭扎入去佢睇畫面嘅心，然後生起咗眼識啦。喺眼識佢臨時咁樣存在一陣，佢就會滅去，然後就會再一次生起知者嘅心，成為知者嘅心。又或者佢迷失去諗嘅心都有可能，我哋命令唔到嘅。又或者心喺度安住，臨時安住之後又滅去，就變成咗去聽聲音嘅心。我哋有個性知道話心迷失咗去聽，迷失去聽嘅心就會滅去，然後知者嘅心就會生起。佢就係咁樣不停咁樣交替。心唔係得一顆噶，唔需要去呵護呢個知者嘅心。尋日有一個居士修行好犀利。佢只係睇到呢四個全部唔係我啦，咁就以為話心聚合埋一齊集中咗之後呢，有呢個動盪，然後嚟問龍坡話自己切斷咗煩惱未啊？龍坡就話你去睇啦，你仲喺度呵護呢個知者嘅心，有一啲啲去維持佢。如果龍坡唔講嘅話，佢話佢就唔會睇到嘅。咁樣去呵護或者係維持呢個知者嘅心，所以心仲係恒常嘅。佢冇睇到心係無常嘅，佢睇到心係恒常嘅。如果心恒常，咁仲唔係初果？
但係如果可以睇到心喺六根生滅，咁就有機會可以睇正初果蘇打賓那。慢慢訓練得唔難㗎，咁佢係有次第有階段嘅，先好好咁樣持戒，然後每一日喺固定形式入邊去訓練，收一個業權，佢知道走嚟走去嘅心，然後心跌落去緊盯呢個心，不停咁樣知道，然後心就會有力量，就會安住。呢個時候就可以去真正咁樣培養覺性同埋開發智慧。喺出邊都可以做㗎，比如話眼睇到呢個畫面，心入邊有咩感覺可以知道。有時候心走咗去睇畫面，如果要睇我哋就係睇到心入邊有咩變化，呢個仲好。比如話耳仔聽到聲音，如果覺性及時咁樣知道，走去聽嘅心就會滅去，就咁就只係去聽到。但係如果冇及時咁樣知道呢一點，心聽咗之後就會覺得係我喺度聽。及時咁樣知道心走去聽嘅話，走嘅呢個心佢就會滅去，然後知己嘅心就會生起，就咁樣交替。所以最後就會睇到每一種心都係生咗就滅㗎，係咁樣睇到。因為心佢唔係我，心唔係我，五蘊唔係我啦，我唔存在。呢個就係初果蘇打賓那。但係龍波教。一開始教嘅時候，高僧大德有時候呢，就話龍波你教得太難啦，呢啲居士做唔到㗎，教佢哋布施持戒都仲唔係好做到。然後就同龍波話唔需要教啦，法非常之深奧，同埋呢個係做唔到嘅。龍波就話哦。唔會去同高僧大德反駁，但係信嘛唔信，因為自己從居士就已經開始做啦。咁我點解自己可以做到啊？其他人都唔會蠢過龍波，大家都係聰明過龍波，非常之大部分人就聰明反被聰明，唔係帶住聰明帶住煩惱就咁樣去死咗啦。所以居士其實都可以做到。居士係可以基本做到嘅，咁龍波係居士可以做到，大家咧都可以做到。咁可能，比如話自己嘅呢個引誘嘅嘢好多，波羅蜜唔夠，但係唔係話做唔到，只係話要做得啱，然之後做嘅量要夠。道果涅槃其實從來都冇消失過，冇走去邊度。如果我哋正確咁樣修呢個念處，我哋正確咁樣修毗婆舍那，我哋可以正確咁樣修毗婆舍那，心一定要有正確嘅禪定，因為正定係智慧生起嘅近因，而唔係讀咗好多、背咗好多，然後諗咗好多就會生起智慧。其實禪定就係心安住嘅狀態，佢係可以令智慧生起嘅。佢就係覺性捕捉到乜嘢，佢都會睇到三法印，喺有靜定嘅情況之下，所以就係我哋需要訓練，唔會太難㗎。一開始教就覺得話，唉，以前覺得好難，但係到而家唔係啦。尋日邊一日唔記得啦，有一個一群居士嘅人，佢嚟做功德。然後供養呢個早餐有6、7個人，每一個人非常之，每一個人都可以做，唔係只係心安住。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睇到狀態嘅生滅。然後朝早都有非常之好多人同龍波交作業，根本就數唔過嚟啦。每一個人嚟交作業就係覺得，唉，每個人都係非常之光明。高僧大德睇到咗之後啊，真係非常之因為其實龍波之前教，但佢一對10個人，高僧大德依然都覺得非常之驚訝，因為真係可以嚟培養覺性開發智慧，心係有次第咁樣進步。唔好以為居士做唔到，只不過唔去做啫嘛。如果做得啱，做得夠，其實可以做到㗎。好啦，今日就交作業、檢查作業。事實上1號唔需要檢查啦。有7號可以檢查下，7號需要。你而家喺度緊盯7號，仲喺度緊盯。呢8個人，
如果識得睇就話每個人都非常之睇上去好靚，睇上去好好，好似出家人，其他出家人過嚟睇話呢個寺院嘅居士睇上去好，睇上去好，因為每個人都有覺性、禪定、智慧，咁樣就會睇上去好。好1號。每日行禪2到3個鐘，差唔多1年啦。一開始睇到心喺6根生滅，心就感嘆就話咁樣就唔可以依靠佢啦，繼續觀落去。而家可以睇到心隨住6根去流動，然後覺知到心變得好快，都可以睇到身體嘅感受。有時候想要修行，但係冇及時咁樣知道，請龍波指導。咁就去訓練去及時知道啦。好啦，2號。每日行禪大概2個鐘，覺得自己同世間越嚟越遠啦，但係唔係每次都可以中立。白天鍾意聽龍波嘅法，然後不時咁樣可以有覺知。但係如果太多咁樣捲入世間嘅事，就會覺得好散亂同埋苦。因為修唔修啱唔啱？龍波話非常之正確，完全正確，而且修得好好。不停咁樣及時去知道，如果心冇中立，喺心進步、心開心要知道，喺心退步嘅時候呢，心覺得好散亂、心唔舒服，要及時咁樣知道。用中立嘅心不停咁樣去知道每一樣嘢。如果心唔中立就知道唔中立，咁樣可以。2號都好啊，唔錯，慢慢訓練咯。而家心有啲呆喺出邊睇唔睇到啊？好犀利，一講佢就可以歸位啦，唔好拉佢，唔好將佢掹入嚟。有覺性，及時咁樣知道心滑咗出去，咁心佢就自己可以安住，唔會滑出去啦。如果去拉佢去掹佢呢，佢就會緊。你甜甜咁樣笑一下，有冇睇到身體喺度笑啊？有冇睇到身體喺度岌頭啊？用好正常普通嘅心去感覺，身體喐去感覺，心有變化去感覺，就好平常正常咁樣去感覺，用平常嘅心去感覺，唔好去控制啊！你而家喺度控制。覺得嘛，你喺度將佢收攝緊入嚟，唔可以將佢收攝入嚟。如實咁樣去知道，但係如果心自己去收攝，要知道佢自己係收攝，及時咁樣去不停知道佢，然後心係點樣或者唔係點樣，我哋有覺性緊隨住睇到佢嘅變化，不停去睇到，然後幾時睇唔到心就返到嚟覺知身體，心走咗去諗啦，知唔知啊？你學得太多就會頭暈。基本上乜嘢都睇唔到嘅話，就翻過嚟覺知身體，身體笑知道身體笑，然後去感覺。心有力量可以自己去翻去觀心嘅。3號。行禪嘅時候經常迷失，但係仲以為自己喺度覺知。修行之前覺得自己係個心地好好嘅人，但係睇落去就發現自己好急，只係任性好固執，不停訓練自己覺知，經常觀自己嘅身體，諗起身就做，諗唔起身就翻嚟覺知。而家可以開始睇到自己啦，都相信修行係生命必要嘅。龍波話你修啱咗啦，繼續做啦，繼續訓練，但係唔好令到個心喐都唔喐。你做咗呢個心令到佢喐都唔喐咧，唔得嘅，浪費時間。4號。固定形式，每一日平均行禪唔少於3個鐘。行禪嘅時候，有時候好似睇到其他人喺度行，日常生活之中用身體嘅動作為呢個所緣，覺性比較慢。
迷失內，有時候睇到呢個心口中間有一種熱嘅感覺，然後覺得外在有啲能量喺度阻礙自己修行，然後驚嘅時候就會諗到龍坡，請龍坡指導自己嘅要改進嘅地方。驚係控制唔到㗎，然後外在有咩能量，我哋都控制唔到。我哋同自己嘅禪定喺埋一齊，就去修自己嘅行。心有時候就會不停咁樣去遠離呢個世間，外在嘅能量佢就會離我哋比較遠，唔需要去擔心。你嘅訓練唔錯，可以好。你而家你將個心做到一喐都唔喐，你 feel 到嗎？好嘅心係咁樣，頭先咁樣係唔得㗎，只係折磨自己。你嘅訓練係好㗎，訓練啱啦。มีความเจ็บในร่างกายตลอดเวลาเลยดูกายและเวทนาเป็นหลักช่วงแรกที่สติไม่ทัน身體一直都有痛嘅感受，所以主要係觀身體同埋身體嘅感受。一開始覺性跟唔上，咁心就會滑入呢個痛入邊，就會有親心，不停去睇心嘅工作，然後心就比較中立，可以睇到親心，睇到身心每一秒都喺度生滅，然後有念頭嚟嚟去，但係覺性跟唔上嘅時候，煩惱就會生起，心就會重覺同埋苦。有時候心就會停留喺光同埋風入邊。請龍波指導自己，唔需要去改正啲乜嘢。如果心喺光入邊去休息，呢個係屬於奢摩他，但係休息夠咗之後就要出嚟去接觸呢個出邊嘅所緣，然後去要有呢個動靜。咁你唔錯啦，可以啦，慢慢去訓練咯。6號等等，4號你而家唔啱啦，你嘅心遲鈍咗啦，你感覺到嗎？心唔平常啦，好嘅心就係平常心。你甜甜咁笑一下，唉，咁樣笑，要咁樣笑先至啱。有聽到新聞話有其他嘅一位老師鍾意，然後話叫呢個老師同龍波教嘅唔同嘅，嗰個老師都教話，你笑下，然後你睇到嗎？你外在喺度笑，但係你嘅心仲係遲鈍㗎，仲係喐都唔喐㗎。你喺度呵護同埋維持呢個心，你怕唔好。你要及時咁樣知道自己。4號5號 OK 啦，6號กำหนดแบบพองยุบสวดมนต์นิดหน่อยทำในรูปแบบทุกวันขั้นต่ำ1ถึง3ชั่วโมงแยกธาตุให้เป็น標記腹部起伏，有時候咧都會誦經，然後每日做固定形式1到3個鐘，仲唔識分離韻，然後迷失好耐，經常迷失，有時候打坐唔係好有覺知，但係每一次身體喺度搖嘅時候，震嘅時候佢就會知道，但係身體喺度搖動之後就冇覺知，就好似嗰段時間消失，然後再一次身體搖動嘅時候先至覺知，然後龍波話叫佢去行禪，去行，去掃地拖地，去喐。因為你打坐咗之後，你嘅心就會黏着喺呢個禪定入邊，只係喺度休息，去喐，然後去工作。你要去用做嗰啲要用到身體嘅嘢，乜嘢都得，不停咁樣喐，然後睇到身體喺度喐，然後心係觀者咁樣多咁樣訓練。6號你係黏着於禪定，打坐咗之後就會有啲迷迷糊糊，然後就咁係浪費時間㗎。然後8號先啦，因為7號可能要耐啲。
หลายครั้งทำไม่ถูกใจหรือไม่เป็น 過 อย่างที่ 去 ท่านต้อง 諗好 การ 多， ท่านก็จะโกรธ 而 หรือไม่ 且 คุยด้ว 為 ย 媽媽嘅事 จะ 擔 ทุก 心， ข์เศร้าหมอง 好多 มา 時 ก 候呢做得 อยาก 唔 ทำ 符 หน้า 合佢 ที่ 嘅 ลู 心 กที่ 意，或 ดี 者冇達到佢 แต่ 嘅 ไม่ 期 รู้ 待， ว่า 佢就 ต้อง 會 ดี 嬲， แค่ไหน 而 ถึง 且 จะ 唔 พ 同 อ 自己 ดี 講嘢， ยัง 佢 อ่ 就 อน 令 แอ 到自己好 ยั 痛 ง 苦、 คิด 好 เย 憂 อะ 鬱， บาง 想 ที 要做一 รู้ 個 ว่า 好 คิด 嘅 แต่หยุดไม่ได้ 子女，但係唔知要做到乜嘢程度先至啱啱好，仲覺得自己好軟 ขอ 弱， โอ 諗 วา 好 ทหลวง 多。 พ่อสั่งสอน 有 เฉ 時 พาะ 候 ตั 知 ว 道自己 ค่ะ 喺度諗，但係停唔落嚟。 ก้าวได้ 過去呢一年 ต้อง 覺得 ใช้ 自己冇進步， เรี 好 ยนไป 似 เยอะแล้ว 考試唔合格。請龍 ใจ 波 สว่าง 指 ผ่ 導 อง 自 ใส 己 ดีขึ้นเยอะ 有 แล้ว 進步，而唔係冇進步。 แต่ 你 จะ 變化好大 ตาม 啦 ใจ，แม่ 你更加光明啦， ใจ 更加睇上去更加通 มีความ 透 ต้องกา 啦 รไปเรื่ 進 อย 步好大啦。 ๆยังไงก็สะดอกได้ไม่หมด 但係 ไม่ 要 ต้องกังวลหรอก 隨順媽媽嘅呢個 ทำเท่า 心 ที่ 意， ทำได้แหละ 因為呢媽媽嘅心อย่าไปประกาศ 有不停有自己嘅需要嘅， เป็นลูก 無 เป็น 論 แม่ 點 กั 樣 น 都 ก็ 冇 แล้ว 辦 กัน 法滿足所有，咁就盡自己所能去做幾多就可以做幾多， ตัวเนี้ยรู้สึกได้ใจแล้วข้างใน 只係話 มี 唔 ตัวห 好 นึ่ง 斷絕 แข็งๆ 關係就得 นิ่งๆ 啦。 ไม่รู้ 你 สึ 而 ก 家覺得 ไม่ 嘛？ เป็นไร 你心入邊嘅內在有一部分係硬嘅，有一部分係喐都唔喐 ไม่ 嘅， แกล้งขยับนะขยับจริง 感覺唔 ๆ 到 เคลื่อน 唔 ไหว 緊 แล้ว 要， รู้สึก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แล้วรู้สึก 身體喐不停咁樣去感覺， ใช้กาย 唔 เป็น 係 วิหาร 話 ธรรม 專 นะ 登係 ไม่จะ 假扮去做，係真係真正咁 樣 樣喐咗之後感覺，喐咗之後感 เบอ 覺 ร์。เจ็ดที่จริงไม่ได้มี 用 ปัญ 身 หา 體作為 อะไร 臨 หรอก 時嘅家，咁樣就可以繼續上路，更加快啦。7號事實上唔係有好大嘅問題啦。咁呢，因為要交罪嘅，所以就會緊。 เว 好 ลา 啦， จิต 請 หลง 講。 ไปคิดก็รู้ บางครั้งเห็นจิตมันเกิดดับทีๆ 用覺知作為基礎，喺心迷失去諗嘅時候就知道，有時候睇到心 เห็นว่าจิตมันคิดของ 好 มัน 密 เอง 集咁樣生起 กาย 同 มัน 埋 หาย 滅 ใจ 去， ของมันเอง 覺得對身同埋心有中立嘅感覺，唔去干涉。你以為有時睇到心自己喺度諗，然後身體自己喺度呼吸。 喺日頭工作嘅時候呢，仲散亂，有時候心就好似一個評論員咁樣，心入邊就會講話：誒，心散亂啦，心生滅 ใช้เว 啦。 ลาหลายปีนะ 呢一點需唔需要改正啲乜嘢？唔需要 มัน 改 จะภาค 正， ก็ให้มันภาคไปเถอะเราอย่าไปภาคกับมันก็แล้วกัน 要花好多年先至可以將內心嘅呢種語 จิตมันจะ 言、 พูดมันจะ 呢 ภาค 種 อะไร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มัน 講嘢消失㗎。佢想講就講啦，唔好 รู้สึก 去控， ตัว 唔好去禁止佢、 รู้สึก 阻 ตั 止 วไป 佢。 ตามธรรมดา 心佢要評論或者佢要講嘢，由佢啦。要覺知自己，要覺知自己，有平常咁樣覺知，唔好將佢拉緊、收 ถ้ามัน 緊。 มีน้ำหนักขึ้นแล้วแสดงว่าไม่ถูก 如果緊起身， ตึกเครียดเกินไป 其實就會心入邊又會有重量感， แต่ถ้าลืมตัวเองก็หย่อนไป 咁樣就 ไอ้ 講 ตัว 明 เนี้ 唔 มันเกิด 唔 จาก 啱 เรา 啦。 อยากดี 你將佢 เราอยาก 掹咗 ป 入 ฏิ 嚟 บั 啦 ติ。อยากดี 如果忘記咗自己呢，咁就太鬆啦。 มันก็จะเลย 呢個部分梗係因為我哋想好、想修行， เนี่ย 然之後就 จิตตัวนี้ 努力咁樣去控制自己，咁就會比較遲鈍。 ไม่ต้องน้อมจิตเข้าไป 你又唔好咁樣去控制呢個心，去帶呢個心 รู้สึกอยู่ที่ 去 กายอย่า 感 ที่ 覺。 กายนะรู้สึก 唔需要壓呢個心入去 มันจะถ่วงดุลกันไม่ถลำเข้าไปอยู่นิ่งแช่อยู่ที่ 就 จิต 去覺知呢個身體，去覺知身體， ดีใช้ได้ 咁樣就唔會去跌咗入去浸泡喺呢個心入邊。就咁樣，咁樣喐咗又好啊，可以 ตัว 可 นี้ 以 เหมาะกับเรานะ 睇到嘛？喺你喐嘅時 ดีก 候 ว่าไปนั่ง 個心佢就會有起會有落， เครียดแข็งอยู่ข้างใน 呢個適合你。好過於你打咗之後呢，然後你喺內在係嗰種硬嘅同埋昏沉嘅。犀利。 เริ่มอีก 之所以你放喺最後一個呢，因為你犀利，你 เริ่ม 勁， รวบเข้ามาตัวได้แหละที่ผิด 又開始入去啦，睇到嘛？感覺到嘛？開始收攝起身啦。 แวบตื่นขึ้นมา 你而家啱啦，感覺到 สัง 嘛？ เกตเพราะ 心 มันจบไป 係 แล้ 知者 ว 覺醒者喜悅者，有一瞬間 จิตที่ถูกมันก็อยู่ช่วงขณะเท่านั้นแหละ 唔好努力咁樣去觀，因為呢，佢已經結束咗啦。 อยู่ 正 กับปัจ 確 จุบั 嘅 น 呢， ไว้ 佢其實只係一下，唔需要去睇話，誒頭先點 เคลื่อน 樣 ไหวแล้ 正 ว 確 ถูก 話， เป๊ะเลย 就會在當下。 คิดมากไป 你喐咗之後好 ถูกยั 啊 ง，ไง 你喐之後非常之完全正確。 ตัวที่ 你 จิต 諗得太多啦。 หลุดเลยรู้สึก 誒 ไห 點 ม 樣訓練話？ ค
喺心散亂嘅時候，咁佢就鬆出嚟啦，睇到嗎？要去覺知身體，用身體作為臨時嘅家，犀利，可以啊！智慧好多，唔需要驚自己蠢，你智慧本身就好多啦。要令到個心同埋禪定要正確，咁樣先至可以清洗煩惱。好啦，今日就教到呢度啦。聽日龍坡係去曼谷講法，喺深色之家，因為啱啱先至講，因為怕龍坡講話要去大學去教。好啦，請大家返屋企啦。